这种烂的不讲规则，也无法出钱。你想赌多少？这里用不着你，回去吧。赌不叫上我，你有胜算？难道你有？用你能承受的最大赌注下，把这个沈爷给吓跑。只要没有输赢，你才能办成你的事。那就当机立断。多大？最大。为表诚意，李某将丝绸庄的地契押上。严斌。哎呦，出手即收盘，李当家果然豪爽，我喜欢。不过嘛，沈某这次出来也没带这么重的筹码呀。哎，要么我把江南的地契写在这张条子上，跟上如何？哎，这个使不得呀。沈爷江南的地契，自然比我银城的值钱。那清流再跟我银城3行1年的销售权，敢问沈爷如何再跟呢？这个嘛，哎呀，哎呀，我也只好把我的江南丝绸坊也跟上了。沈爷，万万使不得呀！哎，这老头也是经不住李清流这般猛打猛冲的压住，现在再压一根稻草就会倒。二位可想好了，这铜板落水，舒家可要赔上全部的产业，确定吗？我们赌战，下定离手，这位爷随时投币。李大当家的诚意，沈某看出来了。这个朋友嘛，我是交了。至于后面的合同嘛，咱们随后再签。但这个赌局嘛，我看呐，就算了吧。这哪是爷情啊，这简直是要命啊！沈爷见笑了。哎呦，等等，让龙帮主坐我的轿子回去吧。哎呀，算了，坐轿子还不如坐牛车呢，又不能骑马。